便若你搁破病啊，时大就叫你食足苦药啊，心煞搁会念讲你即个三宝身体。但是三宝甲身体有啥物关系？是安怎身体无好，要讲是三宝身体咧？三宝身体的三宝是来自大中的大家。在日本时代，大家分做4个区域，也就是4个宝：调用宝、大家宝、顺天宝和凶文宝。1936年镇南宫，对，就是大家妈的迄个镇南宫要做石。4个宝分别爱搭一个坛。这4个坛就是玉皇坛、北极坛、大祖师、大主石。这位是交工科大兼任助理教授黄敦浩，伊是大家的文书工作者，佮捌写过一本妈祖的册。古早的坛吼，一楼的咱所有的人拢会当爬起来参观。伊这个坛内底，伊会摆一寡古董、字画，甚至迄个日本时代吼，较有科技性的物件，互大家来看。日本时代因有电火，所以伊这个石坛暗时爱点电火，放这光线出来，大家暗时过来看夜景。电火啦，创了较水，或者花目较水啦。第4座坛当中，三宝顺天宝起的表现上摆。第一，伊的花目较无遐影头；第二，伊摆而且古董较少。所以三宝就变做上尾名，也是真老的意思。后来这个用法流传到外地，佮加上身体，就代表身体正烂。所以三宝身体的三宝，其实是三宝。毋过，啥物是做石？是安怎做石爱比来比去咧？做石其实就是地方的道教祭典，只要有请道士来主持仪式的，拢算是做石。上普遍的就是普渡，嘛是做石的一种。佮有亲像东港小王圳的王石，庙顶手落成的庆生石。和祈求平安的祈安石，做石上主要是为了敬天谢地、消灾祈福，互勇敢的众生和阴间的好兄弟拢平安。所以做石的时阵，地方的人拢会来斗相共准备各种贡品。做石佫需要搭坛，甲天顶的神请落来人间。以前每一个坛是由无共的砖头负责，大家互相比拼，看啥人的坛起甲愈悬、愈大。愈气派，物件愈贵重，愈有创意，砖头的人就愈有面子。等下，这是啥？所以弹起甲上老的三宝才会去互地方起笑。但是，到后一摆做石，三宝的表现就无共款咯。民国77年做大石，人因袂闹亏。伊讲，阮当年输，阮即摆早就袂输。三宝即届起一个造型真创新的观音坛，直接摕到第1名，水啦！三宝，三宝身体的宝是源自宝界宝。其实台湾历史的行政区就分做2种宝，城堡的宝是大的宝，宝界宝是小的宝。像中华的八宝圳就是大的宝，因为水圳流过的区域包含8宝，才会号做八宝圳。日本人统治台湾以后，为着要调查台湾的土地，就来画出台湾宝图。迄当阵大家就属伊苗栗三宝，也就是俗称的大家宝。大家内底4个宝是小的宝，一个砖头就是一个，差不多就是咱即卖的传递。三宝身体的三宝是大家的第3个宝，佛教的三宝是佛法经。笑不动三宝的三宝是金宝、银宝和钱宝，所以平平是三宝，其实是差真济。才讲无几分钟尔，就开始扫啊！真正是三宝身体。再会，我要来食药啊！